最近本土病例一直增加，为了加强疫情期间弱势族群的防疫保护，市长吴美婷特别前往东区探望5世新庄时代，亲自送上催安甲食品等物资，提醒长辈在这个非常的时期，一定要注意身体状况，并了解因相关的需求，正面为行。后阵有啥物款需要，则注意吼，反映甲里长反映吼，伊会尽力甲迄个区长讲，阮来斗讲伊，好无？吼，一定爱过这段时间非常时期吼，非常时期爱顾好吼，拜托一下吼，有啥范围则联络一下吼，来，谢谢吼，谢谢，吼，感谢吼。有啥物代志甲保持随时联络啊？好，对。谢谢吼，谢谢。你也唔通身体顾好哦，这段时间，身体吼，定出入病院千万袂使丢着吼。好 ，OK。感谢市长。谢谢吼，谢谢你。感谢市长哦，感谢市长，谢谢吼，保重哦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会中市长嘛再次鼓励也未注满疫苗民众，会当透过台南注疫苗系统来预约5月1号到8号的场次，而且若有紧急事件需要协助，买单卡1999市民专线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